場藝術墟市揭開佛山國慶又一個逛展好去處，唔變嘅係選址依然係從繁榮歸於寧靜嘅羅巷舊墟，唔同嘅係藝術作品從18個倍增到62組。9月30號開始行入佛山呢個文化濃度爆表嘅墟市展覽，再次見證藝術家打造嘅美好羅巷嚟了啦！無需門票，只需要帶上你發現美嘅眼睛，藝術裝置真係會令你目不暇接，眼花繚亂，你就好似尋寶一樣，慢慢找尋藝術家同村民共創嘅驚喜。呢啲作品大多數嘅主旨係利用當地嘅竹編乃至舊物材料，喚醒你對過往鄉村生活嘅美好回憶，或者做成具有蛻變及新生意義嘅藝術裝置。有啲甚至可以同你產生交互。當然啦，100個人嚟羅巷墟，有100種唔同嘅解讀，但只有一點相同，就係藝術離我哋離鄉村故土並唔遙遠。展出期間仲會有當地嘅特產墟市、戲劇演出、論壇沙龍等沉浸式藝術漫遊，美食咖啡一樣都唔可以少。文創店可以俾你帶走一份思念，或者留低你嘅創意印記。喺羅巷墟，藝術以豐富嘅形式盡情生長。你準備幾時過嚟細味呢一場藝術盛宴呢？羅巷故事有你參與更有意義。大灣區周末出行攻略，記得關注我啦！